試問中山最慘嘅一批業主，毫無疑問就係2020年高位衝馬鞍島呢一班人啦。咁當年嘅馬鞍島被中介吹到天花亂墜，話係大灣區嘅核心啦，深中通道頭牌，30分鐘可以到達前海，未來嘅樓價直追深圳啊！搞到無數嘅香港、深圳嘅投資客紅晒眼，一窩蜂咁衝過嚟搶樓，個個都以為執到寶啊，坐等升值大賺錢。Hello， 我係阿 May， 歡迎嚟到阿 May 嘅地產頻道。如果覺得我哋嘅影片有用嘅話咧，可以俾翻個 like 我喺呢度，多謝各位街坊先。最近我哋嘅團隊都親自開車過到中山嘅馬鞍島轉咗一圈啦，可以話呢一度同3年前冇咩大區別。可以用荒涼2個字去形容啊！咁我哋嚟到深中通道嘅第一個出口啦，呢度咧就係無數嘅香港同埋深圳嘅投資客嘅屠宰場啊！好多業主而家都喺度笑，買廁紙、買生活用品都要返到深圳先有得賣。咁深中通道開通2年啦，住馬鞍島真係好多人都頂唔順。最慘嘅咧就係當年高位3萬幾買入，而家跌到9000蚊，蝕足100幾萬。咁慢蝕先係慘上加慘，好多人當初信中介啦，住馬鞍島、深圳返工，但現實完全唔同。咁當地有業主同埋租客報料啦，呢個地方3年前嘅配套係點，而家都係點，基本上係冇變過。咁地圖上嘅馬鞍島係分為南北中3個板塊，南島基本上冇配套嘅，中島有化學園，北島相對小區入住多啲。但都係相對基本配套，僅夠基本生活，其他你都唔使諗啊！深圳嘅速度，中山學唔到，但深圳嘅施工聲，中山就學到十足。住喺呢度嘅深圳打工人，朝早起床嘅時候，聽得最多嘅咧就係打樁聲，成日修路啦，泥頭車來回咁轉，唔知幾時先可以建好啊！咁路邊嘅廠房寫住免租，都冇人入住。中山本地人都吐槽，中山嘅特色就係唔停咁整路，一條路可以整足佢10幾年，因為中山本身冇錢，鎮區同埋集團咧係依靠基建拉動投資，否則更加慘。馬鞍島嘅1000億工程其實同中山本身就唔大，主要係依靠深圳啦、香港企業投資，所以先發展到唔上唔落。咁而家馬鞍島嘅地賣唔出，發展商又唔敢攞地。喺2022年最高嘅一塊地價去到1萬蚊嘅樓面價，咁拖足3年，開發商都唔敢開工，寧願蝕錢被收翻都唔敢開發。咁一開工就係無底洞。當初宣稱8億嘅文旅大城，轉手咗好多次都冇人敢接啊！立頂4年都冇動靜。新濠影匯本嚟話過嚟開樂園嘅，咁後來偷偷咁撤資，資本用荷包投票。永遠係走得最快嘅。住喺馬鞍島嘅人，一半仲喺度發緊夢，以為仲有得升。馬鞍島唔係完全冇優點嘅，咁前海上班確實方便，50分鐘左右到。但深圳其他片區嘅公共交通唔方便，自駕嘅成本太貴，打工人只能拼車分攤。咁島上嘅環境好，有公園啦，又可以露營望海啦。週末嘅遊客呢都係非常之多嘅，租金又平，1000幾蚊可以租到新淨嘅3房，2000蚊左右咧可以租到4房啦，吸引咗好多自由職業者啦、數字遊民過嚟租樓，但租金完全冇上升空間。對業主嚟講，單位可以租得出去已經係萬幸啦。咁喺2023年，馬鞍島高峰期嘅樓價去到4萬甚至4萬5，咁當初嘅售樓部瘋狂咁喺度搶樓，香港中介一車車咁拉人過嚟，大聲宣稱一通車30分鐘到前海，樓價即刻同深圳平。咁現實嘅話咧就係保利天匯掛牌1萬6，招商中富灣1萬5，雅居樂灣仔1號跌到1萬1，呢個咧仲係掛牌價，實際嘅成交價保利天匯最低去到9萬8。當初4萬買嘅買家，而家跌到1萬左右，簡直就係腳攞價，跌到無底洞。當初買100方總價400萬，首期30%，貸款就280萬，供3年樓，而家淨值160萬，仲要貼錢，首付歸零，
仲要貼錢俾銀行先買到樓啊！當初買樓唔係投資，係送錢俾開發商同埋銀行。而家嘅馬鞍島二手掛牌600幾套，新樓嘅庫存2000幾套，加起身3000幾套嘅貨，一二手商戶喺度踩踏搶跑。2月份嘅話咧，全馬鞍島只賣咗35套，單一個萬科海上城市都賣咗33套，有入冇出。博升值不如去澳門賭一鋪。咁當初咁多香港同胞過嚟買，第一個咧就係故事講得太好啦。中介話香港嘅一個廁所就可以買到深中通道嘅物業。當初咁多香港同胞過嚟買，第一個咧就係故事講得太好啦。中介話香港嘅一個廁所就可以買到深中通道嘅物業，單車變奔馳。第二咧就係打造港澳嘅第二家園，深度嘅示範區。咁呢類字眼嘅話咧，入耳好易順。其實世界咧係冇無緣無故嘅愛嘅。多問幾點專門針對嘅港澳客，大機率咧就係陷阱。所謂第二家園咧，唔係提款機，係要你唔停咁使錢。真係落咗訂供樓之後咧，先發現人跡稀少。所謂國際化大城市乜都冇，商場嘅配套除咗士多，基本上冇。買餸開車要出陣，醫療配套遲遲唔到位，社區醫院都冇，有頭暈身慶發現真係好煩。而家當年香港、深圳投資客一部分係硬住頭皮繼續供樓，寄望住樓價翻身；一部分咧就徹底失望啦，賤價拋售，及時止損；一部分咧係直接斷供，曾經嘅財富夢變成噩夢。咁呢個咧就係做錯決策嘅代價。馬鞍島就係好多人投資嘅墳場。有人問而家跌到19,000蚊，可唔可以抄底？我勸你即刻放棄夢想。配套未到位，產業未落地，人口遠遠唔夠，經濟水平嘅支撐唔起樓價，完全係冇接盤客。買樓嘅本質係買信息差，記住呢3個重點：產業、人口、配套，缺一都唔好亂買。當初吹到天花亂墜，而家超跌60%，仲有人賣咗香港嘅樓按過嚟嘅，以為有穩定生活啦，結果背住巨債收場。而家仲有香港同埋境外嘅朋友問可唔可以抄底，我都直接講呢一度完全唔使考慮。有人話深中通道通車係重大利好，其實對樓價嚟講，通車一日就係利空出盡。炒樓炒嘅係預期，預期變咗現實就冇得炒啦。現實通行費一日起碼100蚊，一個月呢就起碼2000蚊。深圳打工人寧願將呢一筆錢補貼租深圳。香港人過嚟雖然方便，樓除咗新淨，便利度仲差過龍華、龍崗甚至惠州。而家更嚴重嘅係業主4萬幾買入嘅3萬出，隔離嘅開發商直接16000，開發商想回款生存，係唔理二手業主嘅死活。供大於求，樓自然會跌。當初保利天匯3000人搶1000套，3分鐘就搶完啦。話深圳嘅後花園啦，望住深圳機場樓價呢，當時中山市區嘅樓都唔夠馬鞍島嘅一半，賣嘅全部都係故事，亂信故事，最終蝕到渣都冇啊！而家好多售樓部關門啦，商戶貼滿轉租嘅招租，部分嘅售樓部呢就變成超市。當初專接港客嘅中介畫大餅，全部冇兌現。香港嘅朋友唔清楚中山嘅經濟啦，支撐唔起高樓價，本地需求少，大部分係外地嘅投資客，炒家一切，樓價一穿到底。小區好多都查封物業，買嘅唔係深中通道，係深中痛道。當初話深圳研發，中山製造，你可以等3-5年，但貸款等唔到10年。馬鞍島而家肉眼睇到似鬼城，將嚟未必一定係。區位擺喺度，配套產業人口落地可能有起色，但對當年3-4萬買入嘅業主嚟講呢，未來最好都同佢冇關係。未買嘅朋友真心勸你哋唔好再入場啦。馬鞍島將來可能會好，但係要等幾耐？你可唔可以等？大家可以喺評論區講出你係點樣揀嘅。好啦，
今日嘅視頻就到呢一度啦。咁馬鞍島嘅悲劇亦講到呢一度。咁多謝大家嘅支持，今期嘅節目就到呢度啦，拜拜。